上回提要一家五口去英國揾爺爺同嫲嫲過聖誕節。萬萬來妹妹係一名冰淇淋失控員，一名雪糕沉迷失者。佢鍾意食雪糕，佢鍾意喺公園食雪糕，佢鍾意用杯嚟食雪糕，佢鍾意食雪糕配雞蛋仔。佢去打羽毛球嘅時候要食雪糕，佢去游水嘅時候要食雪糕。佢一係喺度食雪糕，一係就喺度去買雪糕食嘅路上。有人可能會問：萬萬來妹妹邊度有錢嚟買咁多美味嘅雪糕呢？事實係醜病而簡單。佢用鐵鏈鎖住細佬自行，俾佢做啲體力勞動嚟賺取啲辛苦錢去換取嗰啲美味嘅雪糕。為咗滿足萬萬來妹妹嘅癖好，細佬自行必須去做賣魚佬、捉兔仔，甚至去音樂會做伴奏、演奏鼓、鋼琴，甚至木琴。幸好大佬二可以幫手送細佬自行返工，如果唔係，細佬自行就要用腳行路返工啦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